覺得今次呢、一個經歷啦，真係好寶貴啦，因為唔係次次都可以有貴賓嚟咁樣分享啦，同埋我覺得今次真係都幾好啊，有唔同嘅互動俾我哋去參加，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學習機會。OK，第二條問題其實就係想問一問今日嘅嘉賓啊 Jackie 哥哥啦，你聽完佢嘅故事之後，佢有邊一個階段嘅古仔係好觸動你，同埋你覺得係好值得你去學習嘅咧？我覺得佢患上咗鼻你可以咽癌，重複翻係嘉賓個名係，Jackie 哥哥。Jackie 哥哥佢嚟多次，患。嚟多次啊！嚟我覺得 Jackie 哥哥佢患上咗鼻咽癌呢一個故事真係好值得令人哋去學習咯，因為佢嗰個佢用一個好幽默嘅方式啦，同埋一個好正面嘅心態去去面對呢一個病情啦，而且佢亦都係即係冇話因為咁樣而放棄咗自己嘅事業同埋興趣啦。我覺得呢一個係佢一個係我哋值得好好學習嘅一個事例啦，同埋佢因為佢自己係有可能係佢去醫院去覆診嘅時候，佢都有揸住支吉他喺度彈吉他俾醫護人員聽，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學習嘅一個事例。第三條問題，想睇下你有咩正向故事可以分享嘅，或者係你自己嘅正向故事。我諗我用我自己嚟講啦，就係我有一次喺我參加陸運會嘅時候啦，就因為第一次參加，所以跑跑下嘅時候唔小心跌低咗，但係我覺得好慶幸嘅係，我當時冇諗過要放棄，而係自己繼續堅持落去，繼續跑到去終點，跟住即使自己受咗傷都冇放棄。我覺得呢一個係我覺得自己好意外，但係亦都係一個我自己對自己有一個更加深嘅認知。唔錯唔錯。